歡迎大家睇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嘅點讚、關注、評論、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大灰熊，又到5月初5端午節啦。相信大家講到端午節，就會諗起食粽同埋爬龍舟喎。爬龍舟通常都係講緊龍舟競賽，即係啲龍舟喺同一個起點鬥快去到另外一個終點啊，決出勝負。今年我喺端午節嚟到廣州，發現除咗龍舟競賽之外啊，仲有其他唔同嘅玩法㗎喎。今日我到咗廣州荔灣區泮塘，佢哋村民每年都會喺端午節搞龍舟巡遊喎。除咗喺自己條村巡遊之外啊，其他村都會派龍舟隊過嚟互相拜訪。我爬龍舟去你條村，你又爬龍舟去我條村啊，互相交流、互相拜訪咁喎，好似大家喺新年嗰陣時會去唔同嘅親戚朋友屋企拜年咁啊。佢哋仲話呢個傳統已經搞咗幾十年㗎喎，係村民每年嘅一大盛事。好多村民都喺呢個時候聚首一堂，參與呢件大盛事㗎。依家帶大家睇睇當日嘅情況先啦。雖然今年端午節當日落雨啊，不過都冇影響佢哋嘅巡遊㗎。仲有好多唔同嘅旅客過嚟睇巡遊㗎。巡遊一般都會喺端午節當日早上、下午都會有嘅。其他村嘅龍舟呢，都會唔定時咁爬過嚟嘅喎。每當其他村嘅龍舟爬到入村口啊，村民都會點炮仗以示歡迎嘅，同埋通知返本村嘅村民啊，有其他村過嚟拜訪啦。喺呢個時候啊，本村嘅龍舟呢就開始護送拜訪嘅龍舟入村巡遊嘅喎，互相搞氣氛，仲會同岸上嘅觀眾朋友交流啊，送上祝福㗎。
咗龍舟巡遊之外啊，佢哋仲請咗專業嘅團隊嚟搞龍舟飯。今年延開128席，場面好壯觀㗎。呢啲場面喺香港真係好少見。佢哋仲話有興趣嘅話可以提早預訂，一圍只需要1600蚊人民幣，10個人。有機會嘅話可以試感受下佢哋嘅當地特色同埋節日氣氛喎。最後大灰熊喺度祝大家端午安康，龍馬精神，一團和氣，順風順水順財神啊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灰熊遊記，多謝你嘅點讚、關注、評論同分享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